Hi， 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 YouTube Channel。咁上海致敬款嘅一個系列就係呢一個1955嘅70週年款啦。咁又添加咗呢一個新嘅成員啦。咁唔知道大家屋企嘅錶盒究竟打爆咗未呢？咁如果未打爆嘅話呢，就可以繼續咁填滿佢。嗱，咁而今年呢，就係適逢上海錶嘅70週年，咁而上海錶款呢，亦都推出咗呢一個限量款嘅700隻，就係呢一個月相嘅限量款啦。咁而復刻咗呢一個上海嘅第一隻細碼手錶。咁如果大家係中意一啲復古款，但係又想 upgrade 下嘅，咁啊呢一款呢，就真係可以入手玩下啦。呢一款1955 70週年嘅月相限量款咧，可以講係用 upgrade 版嚟介紹呢一個咁特別嘅手錶。咁喺6點位置咧，就係呢一個月相盤嘅功能，可以見到每個月嘅月圓月缺月相嘅形態。月相盤嘅底色就係用咗藍色嘅星空，咁而上邊嘅浮雕咧就係用咗呢一個月亮，更加係用咗18K 金做。咁而圍繞住呢一個月相盤嘅就係呢一個日曆顯示，由單數同埋小圓點組成。咁只要好簡單咁反方向嘅調節把的咧，就可以調校到呢一個月相嘅時間。咁啊，另外喺12點位置咧，就係上海嘅 logo， 同樣都係用咗18K 金。而呢一款其中一個特點就係用咗早期上海錶嘅大廈字體。咁而呢一個 logo 咧，就係當年由設計師陳家昌受到上海高樓嘅形態所啟發出嚟嘅特別設計。而 logo 嘅下邊咧，就印有第一次試製樣品嘅字樣。咁還原翻當年嘅第一隻手錶試製品嘅設計，記錄1955年嘅中國為未來嘅鐘錶業咧，就種下咗一個非常之穩固嘅鐘錶製造業嘅重要年份。當然，我講緊嘅呢一隻手錶，其實都加入咗好多當其時第一款嘅細碼手錶裏邊嘅一啲細節位。首先，我哋就嚟睇下呢個錶盤，就係用咗淺色嘅銀白色作為呢一次嘅太陽紋錶盤。咁而襯翻呢一個金色數字嘅刻度，再加上一個錶面用咗一個微卜嘅藍寶石水晶玻璃，設計簡潔又復古，用咗呢一個太妃針。咁而秒針咧就加入咗一個紅色嘅箭嘴，咁而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個簡單嘅錶盤，但係又增加咗一個點睛一樣，咁令到成個錶盤咧就注入咗好多故事感同埋國標嘅一種特色。咁而呢一個就係當其時嘅第一隻細碼手錶，好有標誌性嘅設計。除此之外，大家又知唔知道喺錶上邊嘅呢個錶盤裏邊顯示出嚟嘅6圈同心圓嘅環紋，除咗係感官上面覺得係呢一個設計之外，咁裏邊其實又包含咗啲乜嘢意思呢？呢6個圓圈就係代表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6週年，而同心嘅圓環就係代表咗上海初代嘅製錶人團結一心，咁而克服困難嘅精神。由於6點加入咗月相盤嘅關係，所以機芯就係用咗上海比較特別嘅1818高頻自動上鏈機芯。咁而手錶嘅直徑咧就係39mm，精鋼嘅錶殼有3條錶帶咧就可以任意俾大家去配搭嘅。咁而錶底方面啦，就係用咗呢一個復古嘅海棠花圖案，咁而刻有70週年主題嘅呢一個印記。咁如果大家對我以上所講嘅呢一款上海嘅致敬系列70週年月相限量版感興趣嘅話咧，不妨去翻我哋嘅門市佐敦元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度詢問翻有關嘅詳情，或者係試戴下呢一隻手錶。咁而喺外國嘅朋友咧，不妨去 click 翻以下條 link 咧，就上翻我哋嘅網站，揀翻你自己心水嘅手錶啦。好，咁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臨走之前咧就撳翻個鐘仔，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咧，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